小雨在我们红人榜一路以来所经历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还记得国小作文《我的志愿》你写了什么吗？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小雨从6岁就立志当一位歌手。自己关在房间，然后把那个音响打开，然后自己在唱，对，然后就真的很印象深刻。6岁那一年，我就突然唱一唱停下来，我真的就很笃定的告诉自己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就是成为一位歌手。做任何事情能做坚持，他的目标是定在那边，就是他就要坚持去追，这样子。他的个性是这样子，因为很想要学音乐，然后有就是跟妈妈开口说我想要考音乐班这件事情，但因为当时候其实小学的时候成绩学科其实没有很理想，所以我妈还有甚至有老师都是不相信我会考上音乐班。刚开始也是像一般小学生这样了就是到一个阶段突然说他想要去考音乐班那我妈也想说。也不想扼杀他的那个梦想嘛，他说你去考啊，考了上就跟你去读啊。没想到他就毛起来，在家里面狂练琴，之后就给他考上了。小雨对于音乐的热爱，父母也都看在眼里。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决心要学的话，你就要我要努力的赚钱，让他去读书，做你喜欢的事，写你喜欢做的事，以后如果可以当职业的话，那你们就尽量去发挥嘛。他们真的对我非常非常好，在我追求唱歌这条路上，他们是完全100%的支持。但追梦这条路却比想象中还要艰辛。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驻唱嘛，然后才初开始累积唱歌的能量。那当时候其实也有去报名过电视台的歌唱比赛，但是因为由于经验真的不足，我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直接在台上破音，然后就惨遭马上的淘汰。老师好，我是魏秀云。能够唱歌给大家听，一直是我最执着也最想做的事情。抓住谁的手，如果当时我们擦肩。然后其实当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就觉得怎么那么菜那么逊。但是呢，我就想说，好吧，那算了，我这个就是小时候6岁跟自己讲那个明星梦就先放着了。然后就开始好好的去累积我的就是歌唱表演的经验，驻唱啦，打鼓啦，然后又音乐剧啦，刚好音乐剧在那边刚好在演音乐剧的时候刚好那个迪士尼美国公司来台湾要找一位歌手，然后去的是考上他还不去呢，他不想去。那么远，去上海又自己一个人去，可是爸爸是给他鼓励的。国际的公司来台湾招考的话，只有他一个人上榜的话，那你要让他失去这个机会的话，以后他会不会觉得很惋惜？因为爸爸的鼓励，小雨跨出舒适圈，前往异乡打拼。他为什么回来？就是到最后2个。阿公跟外公3个月以内都走了。当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很坚定的觉得我不能再离开家人那么远，我想要在他们的身边。而且回来的时候刚好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所以很多以前我可能比较熟悉的表演场域，它是已经没有对，就是那种开放式的表演场所。遇到挫折他会。没有意识的一直哭一直哭，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哭。真的，我中间是沉淀了很久，然后我妈妈真的有为我就是着急，就想说天啊，你这样子到底要哭多哭这样子所以当时候她其实就是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然后跟我沟通很多，一直在鼓励我。其实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有跟妈妈说，小雨那么爱唱歌，
不然就让他去这种地方电视台试试看啊。然后妈妈把这个话转述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反应很大，我就说啊，我不要啦，就是自己都没有很大量这样在唱台语歌，而且对这一块其实我是陌生的啦。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听到老歌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反刍的感觉，因为那种音乐语言我是完全听不懂。然后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们都点那种真的是要喜欢老的老歌，一首两首，一首两首这样慢练之后，练到最后就整个就开窍了。正是因为这样的累积，让他勇敢踏上红人榜，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我真的当时候就是耳机一直戴着，然后反复的一直在听着我等一下要演唱的海选歌曲，因为就是为了避免我起音起太高又破音这件事情。老师好，我是25号来自南投的魏香宇，我今天要演唱一首《最后一棒亚快枪》。会当幸福过日子，甘愿为情走千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好的。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小雨不止在海选表现一鸣惊人，舞台初登场更是展现惊人实力。热爱唱歌的小雨也不断地挑战自我，一次次创造经典演出。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快乐的森巴。坚信了定不免惊，向前看，心要顶塔，一条我感谢恁拢伫这。杰出的表现更让小雨分数都维持在24分以上，个人最高分更来到24.9分。看似顺遂的比赛之路，其实小雨背负着庞大压力。我为什么每一趟都陪着他去？因为他晚上根本就没办法睡觉，他压力大，尤其是前面的时候，他晚上根本就没睡。比赛有压力时，说实在话，那种紧张跟焦虑的感觉，其实很难去说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紧张，因为真的还是会压力大到失眠啦。不过反正这种状态来就来了吧，就面对它。在我觉得是很累，可是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妈妈，你不懂，你不知道，我在舞台是一种享受。”小雨的努力与坚持，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今日是20关重要的时阵，你就要加油加油加油，应该是无问题。一路走来你在红人榜比赛真的妈妈看在眼里你真的是很用心、很努力的在做坚持一下我们20关绝对是会过的。姑姑加油！你是最棒的！我是希望有机会啦，他还能成台湾的金曲歌后了。有没有想要对小雨说什么话的？讲加油，加油！所以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当时你会看讲迄比赛时阵这个破音无得拍无对啦家己无好啊，你要知影会甲来到这个舞台时阵，伊进前要行偌济咯，他要经过一路的海选所以能够站到这个舞台都是值得肯定的那更何况能够站到第20关，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